这张摊就拢写一寡办嫁妆的物件，啊？小少爷，啊？哦，你捌字呢？是安尼啦。较早吼，阮兜所请一个五小贵的，伊有教我读一寡书啦。讲实在的，就你伫遐蛋糕吼，我感觉你定行袂歹呢。我看你是安尼，愈看缘愈浮咧。你若讲吼，把这三粒这个吼，这个敢若浮啊，这个咧吼，无讲介大粒、介细粒，这款挂掉啊，甲抹掉啊，甲摕掉吼。哦，你看，你人介缘投呢？缘哦，就一缘。多谢你啦，够缘投的。不够缘投的。无啦，玉萍姑娘啊，拄则就讲较好势好势啊，你哪样咧哭啦？啊？啥物代志咧伤心啦？你唔知啦，我是咧同情你啦，对无？你讲你捌字啦，无你看啦，我内底写啥物话啦，对无？你看你就知影啦，啊，这代志跟你有关系啊。这甲我有关？啊！我知。啊，你意思是讲吼，老爷甲夫人已经决定要将月份小姐嫁予我，对无？啊？是安尼哦。你也知？我当然嘛知影，因为吼，我自细汉就甲小姐安尼指白未婚的，我当然知啊。你拢袂伤心？这种代志哪会咧伤心呢？这算是喜事啊，我应该欢喜才对啊。那你欢喜就好啦，啊无在我咧哭到要死要活咧吼。啊，好啦，你欢喜就好啦，安尼我啦。无我咧无用啊吼，这物件较济我爱款啦吼。哦，安怎的？这你无用啊。那听安尼讲起来，小姐，你叫我。嗨！嘿，你也做周俊生啦哦？是啦，我做周俊生啦。你若定吼，甲你号这个名，伊的意思吼，希望讲你会当安尼出世了后，是安尼真英俊，叫做周俊生。可惜啦，天不从人愿啦，甲你生到这型的，你家己做你生到真自卑，少定定来去拍条镜吼。这位公主啊，喂，咱算是讲吼，头一遍见面啦，啊，你安尼看我吼，较袂惯势啦。啊，咱若较常啊见面的吼，我看久缘就浮啦。后面啊，这位公主啊，我看你安尼一表人才，啊，你是甲陈家什么关系啊？哎呦，迄关系深咯！你家看我一表人才，你嘛知我是陈家表少爷。我做吴准，唔是，唔看，歹势，我做吴天良啦。我甲阮表小妹哦，迄拄啊差5岁啦。啊，吴少爷，安怎？那你算起来吼，咱就有亲戚关系了。啊，那照这个辈分轮起来吼，你算是我的表大姑啊了。歹势吼，你假叫我唔敢应，我无迄个福气啦。哎呦，你生到这型的，你这个条件，讲遮咧讲，但阮表小妹嘛无一定会嫁你哦。无啦，表大姑啊，是讲吼，你敢有听过讲恁表小妹讲无爱嫁我？伊无讲啊，无讲吼。啊，你敢有听过讲夫人啊，甲老爷咧讲无爱将查某囝来嫁予我？哦，因嘛无讲，不过哦，我来伊有讲啊，讲拍算要将我甲阮表小妹杀做对。安尼哦。安怎？喂啊，吴少爷，喂，你哦可能爱问较清楚的哦。拄则吼，玉萍姑娘有甲我讲哦，夫人交代去办一寡嫁妆，就是夫人吼准备将查某囝来嫁予我哦。恭喜你美梦成真啦，会当甲你迄个未婚夫周啊进行两个完婚。相公诶！对，是周俊生家己亲嘴讲的啊！啊讲哦，你那尔吼嘛已经答应叫迄玉萍啊去买物件要办嫁妆的啊！我即摆吼恭喜你美梦成真，啊你无欢喜哦？想袂到阿爹啊尔，你答应这件亲事。啊，即摆怨叹拢无较蛇啦！啊，当初我毋是甲你讲过，你若来嫁我，上好叫我这个烟头仔送，毋免去嫁迄满面全豆花。你出去啦！你出去啦！别！哦，哎呦，表小妹啊，普通时啊看你都安尼手无绑架自然哦，嘿，伊头啊直接安尼手就举起来，哎呦，好啊，娘娘，我你是啥物意思嘛？人有这个亲事已经足可怜了，你搁讲话你甲我气？莫生气啦，
表小妹啊，我讲是爱你好啦，对无？迄一蕊好花啊，插入牛屎，对无？你无听讲红颜薄命啊，真路三啊，5、6、7、8、9啊，无啥事，哎呀，可怜啊，薄命啊！你敢惦记啦，莫甲我惊体啊啦！为什么一蕊好话哦，插伫个牛粪？你安尼讲我，对你有啥物好处吗？无啦，表小妹，讲实在啊，我主要是吼。提醒你呢，我爱你好呢，你家己的终身的幸福，哪会当吼，敢若牛咧，安尼，互你那尔牛面起来起来，往东就往东，往西就往西，家己爱有主张，啊无哦，到时后悔你就袂赴哦。哦，这个无天良的实在有够无天良，安尼鬼头鬼脑，啊拢想要害人。啊，这个俊生啊凄惨，我看俊生的八字吼，已经行到这个卯字啊。父母之命，每笑之言，我哪会当反抗呢？除非有人去甲斗3工。迄当然嘛是爱人甲你斗3工啊，对无？我敢会当去掂掂呢？佳呀，你的意思是你去甲斗3工？当然咯，我若无甲你斗3工，我是要甲谁斗3工呢？安尼哦，有啥办法？这嘛，我甲你讲，啊外口都无人，我来门口会倒单。哦，无人，因为咧无人，有鬼啦，无人呀，你爱转诶。安尼门甲要封起来，也无爱写片甲我讲者，还没天啊讲者拢来。但即摆强要变默片啊！咱即个阴间咧讲对付诶，勇敢咧对付袂起。好，恁爸原来来会一个勇敢诶来对付恁即个勇敢诶。安尼敢好？哪会唔好啊？迄茶房是上较常发生意外的所在啊！哇，这算是无散呢。哎呀，啥物咧无杀？你甲想看嘛？迄周俊生也无爸无母无母无狗，一个人尔咧。迄阵啊死嘛无人会关心伊，而且哦，咱是甲放火甲烧啊。人讲，这是意外，也毋免人去食罪啊啦。放火烧人哦，这是伤天害理。安尼哦，敢袂伤过自私？哎呦，自私！你无听人咧讲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为着家己哦会自私哦，这是正常的啦。要毋过害死人，安尼伤过无良心。啊，良心！哎呦，良心一斤是大概偌济啊？来，表姐妹，来，你来遮看，你来看镜，你看镜内底，你看到啥？你甲我看到哦，我足水的这粒记。对啊，你看到你足水的迄粒记，你都无看到你迄粒良心啊！所以讲嘛，人讲哦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啥若无做就结冤仇。迄个只要真心哦，那个解决得煞，你就幸福啊啦！我跟你讲，我即摆掠这个勇敢的人，有备无患做证据。我会记得周中周小规捌甲我讲过，即个玉佩吼对我来讲足重要的。我若是要去陈家认亲，就爱扎即个玉佩。还佫有以后，我甲我的阿爹阿娘要烧迎，嘛是爱靠即个玉佩。我一定爱好好保守即个玉佩。是讲吼，已经经过遮尔久啊，我连阮阿爹阿娘生做啥物款，我拢袂记的。就是讲有一天吼，伫阮伫路边拄着，我无法度认出来，实在毋知要安怎才好。周公子，啥啊？周公子，外口都无人，我明明都有听到人咧叫我的声咧。周公子，我伫遮啦。陈小姐，啊你是当时入来安尼？你开门，我才行入来啊。骹手搁紧。周公子，我拄则看你一个人，坐喺遐敢若闷闷不乐，你是毋是有啥物心事？是安尼啦，我大概吼，若去看到即块玉佩吼，就拢会想到阮阿爹甲阮阿娘。
可不讲，咱无你那爹甲你那娘的消息。时间已经过足久啊，就准讲吼，即摆要找恐惊嘛足困难找的。对了，大小姐，啊，咱两个都已经要成亲啊，你有欢喜无？贤啊，你敢若无啥欢喜啊？我知影啦，这桩情事吼是咱两家指白为婚的。我即马人生到遐那歹。又搁落魄伫的，我知影我甲你做袂适配，袂要紧。假使讲吼，你若唔肯嫁，我嘛袂甲你勉强。秋公主，你莫误会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是安怎呀？你真是要娶我？当然的啊，我即马生做遐那落魄，搁遐那歹，你若是肯嫁我，我绝对袂后悔啊！是拢袂后悔，绝对袂。秋公主，其实我是安怎是？有人来啊！有人来？谁啊？哪有啦？谁啊？无人嘛。大小姐，啊人嘞？哦，骹手真正有够紧。我知啦，查囡仔人吼，讲到亲事的代志，比较避暑，先莫甲想遐济，困啦。困去啊！安尼好，这阵啊上好的机会，歹势哦，歹看面的，请你原谅我那不得已的哦。小公公，请你们小心救小呀！他在底下海了，他不要我。